7月9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求知欲好旺盛嘅人，好中意學嘢，個人好努力，亦都有責任感，做嘢一絲不苟，非常之穩重。由於你本身嘅體質非常之敏感，所以你自己中意一個人獨處，你唔係好中意連群結隊，你有一啲特定嘅交心朋友。一啲初次見面唔識你嘅人咧，會覺得你好冷漠，好難相處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對愛情充滿幻想，甚至有少少不切實際，因為你俾人感覺好知性，亦都好溫柔，所以你身邊咧有好多人對你有好感。而喺戀愛方面咧，你唔係好積極行動，亦都會遲少少。就算有人同你表白咧，你都會諗好多，唔係好擅長將自己嘅內心說話咧講俾對方聽。而喺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好盡力咁樣為屋企打造你嘅家庭生活，但往往咧會將自己嘅諗法強加於喺家人身上，呢一方面咧就要小心。而喺性嗰方面，你有少少嘅冷淡，請珍惜同對方相處嘅時光啊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你好聰明，做嘢亦都好靈活，比起團隊或者一班人做嘢咧，你更加適合獨立完成嘅一啲工作性質，又或者需要一啲豐富知識嘅專業工作咧，會比較啱你。你財務咧亦都好穩健，但係賺錢嘅慾望咧唔係好強。基本上你討厭一啲錢可以解決問題嘅態度，唔中意對錢斤斤計較，更加唔會因為錢同人起爭執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對人有競爭嘅心態，人哋叻過你嘅話咧，你會有啲咩諗法呢？會唔會計較身邊嘅人對你嘅睇法呢？真正有強大信念嘅人係唔會理人點睇，唔會介意其他人嘅眼光。問一問自己，係唔係覺得自己永遠都未夠呢？可能會揾到屬於你嘅答案。